睇日本啲行程咁所以係咪？咁啊，係咁樣咯。我想睇啲日本行程喎。係啊。哇！大家有冇去日本啊？呢排？冇喎，咪有。我哋去得閒去日本食個下午茶先。OK，呢個係皇上嘅生活嚟嘅。講咗啦。我突然間其實諗翻咧，我平時係喺度，即係我平時都多嚟呢度嘅，因為我有屋企人咧喺入邊做嘢咁樣。OK 啊，成日都會經過呢條路，我好搞笑。你個屋企人幾似你喎個樣？喺度啊，好似喺咦唔見咗啦。係啊，無名笑語萬里呢度啊。哦，咦走咗喺呢度啊，走咗。哦，帶住個黃色嗰個黃色嗰個 B B 就係我嘅屋企人啊！哇，笑到咧！嗰個 B B 就係我家姐嘅女。啊，你嗰個 B B 就喺入邊做嘢嘅。係啊，佢叫耶！係咪可以揾佢攞折㗎？係啊，你問佢啊，佢答你就俾折你啦。係啊。佢係而家幾多歲啦？2歲咯。佢係我哋紅館演唱會3月24日出世嘅。都大啦2歲。紅館係3月23，佢就係我哋紅館之後嗰日出世，所以家姐嚟唔到睇我哋紅館，因為家姐好錫我，佢就話：哎呀，好開心啊，睇到你第一次紅館。咁今日佢啦，今日家姐都有嚟到睇我哋呢個唱歌嘅嘢啦，係好支持我嘅。2歲都差唔多談婚論嫁。係佢成日都話：啊，好靚仔啊，阿 King。深烤有啲泥葡萄㗎。多謝你啊！多謝。OK，好，佢識講咁長咩？好靚仔啊，King 咁。我家姐講啊。唔係佢啊。唔該，有人讚靚仔，邊個講都開心啦，係咪先？好啊。好，跟住好，繼續唱歌好冇？唱咩？係喎。你先啱先攞嚟出嚟。其實起音樂得啦，唔使講。好啊，好嚟啊嚟。係咪要講啊都？送俾大家夜幕天星。大家中唔中意香港嘅夜景？中唔中意香港？中意一齊跟住我喐啦，因為個膊頭掉啦。放空，暫時忘卻種種苦惱，盡情地去了作風。地獄天星，講我海闊過美夢，為個風，隨住甚至讓你跟我接通，無條件放鬆，再擁抱可以觸碰。城市本來浪漫，人人愛熱愛冷。最好仔細天星，講話越熱越美麗，低高峰，任由到對抗最瘋狂節軌，記錄於心底，未見得需要消費。城市本來浪漫，天星變一瞬間，讓人愛熱愛冷，散變一瞬間，讓啦啦啦啦打破界限，來抱擁。這港灣，漸漸及第一要門上關，說得爽，此刻享受這空間。不如先打個頭啊，個頭少，唔好太多，少少，太多就變隻雞啊，即係佛教。你試下呢邊先，呢邊啊？一多嘅佛教。大家嘅。
愛相一瞬間，卻要聽聲講啱找到燦爛，自由失去之間，見清楚都世界，別再滿上關，是對應該多啲遊行空間，只想海邊聽歌，用下藝術一刻可不可？生活難過，天天過，這刻不需要記掛什麼。海港小巷中穿梭，時代老生生離給苦我。夜漫長路遠遠都不錯，有無邊星光屬你和我。好浪漫啊！夜幕天星，夜幕天星歌亦都係我哋曾於斯嘅新歌，希望大家可以特別係想寫天星碼頭尖沙咀嗰部分嘅一啲 busking 嘅朋友嘅呢個文化嘅，因為等陣咩事啊？佢錯出啲嘅嘛，錯出啲，錯出啲，夠唔夠出啊？夠啊！出咗㗎咯。點解仲咁出嘅？仲有盞燈啊！哦，sorry，燈。 sorry，咁啊，夜幕天星呢首歌咧，有冇就希望決醒？因為近呢一兩年都 busking 嘅文化，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嘅一個好氛圍嚟嘅。大家自己揸住自己樂器去大家度唱歌。咁啊，我哋都係咁樣嘅出身嘅係啦。咁啊，希望用夜幕天星夜幕天星呢首歌，記錄情呢個好嘅氛圍啦。希望大家終於愛你至愛太空佢停唔到啦，你唔好再笑啦。OK，唱歌嚟㗎。